係啊，各位聽眾歡迎你能夠在到底嚟邊咧學嘅你節目，我能真正歡喜，個聽到真正即係變起來夠人做節目，或者你禮拜，即係禮拜話題就是做吹氣，做吹氣咧扮吹氣。播出去，然後你咪見啦，我未講做出去，唔見。我請嚟嘅特別嘉賓咧，就是老焦來龍歡迎。Hello，然後個有老焦八卦歡迎。Hello，大家好。然後個有嗰幾個等我小看 ，Lesson 歡迎。大家好，然後個有一個阿昂歡迎。Hello，然後個我真正特別producer 阿莫丹，知道我係叫我歡迎。等陣我 join， 我係只係用 computer 上。Oh my god, that's comedy gold！阿莫丹你用呢電話嚟講啊，一電話冇我講唔到，你用電話嗎？一電話冇我。你看對哪一個講講 ？OK， 走去啊！依家好笑，依家好笑啊！等我記記啊 ，introduce 時咁咪走去。OK， 嚟啦，你講最大啦，我做出去嘅嚇。做自己咱講到底，馬來西亞頂到細漢時講起，咱頂到細漢時有成個 regularly 有常去成個去dentist 啊，去即做出去嘅都管會看，你出去可以 check up 細漢有。細漢嘛是去學堂嘅咩 ？dentist。哦，學堂嘅位。我等得到正行去嘅嘛。最時間。伊搞到積嘅時候，我個錯咯呢。個袂安怎？伊一擺積着有無好誒，伊就甲你辦了，隨時辦誒。我個慘喎，我會記我唔知幾歲啊，我攞你出去啊，伊個阿格頭前啊，起個燈嘛，我個讀班落唔知講看考掉尖拍尖唔知兩支或幾支我未記啊，拍尖，然後伊個出去夾出來，個有內邊有雜錢哦。呀，吉利，到底學堂個呀？冇啦，我都唔知。哎呀，砂糖哦。砂糖一個糖肥肥咯邊。喲 ，KVD 有糖嘅咩 ？KVD 是糖嚟咩？我唔是 KVD， 是班出去到底出去擺故事啦，沒有糖啊。咩有糖？唔知伊頭前去阿格太長啊，唔知咩數啊。阿格什麼數？伊個頭頂嘅伊個。哦，見條阿見阿格條。哦 ，OK。我呢見一時見嚟唔是糖啦，有時你看到見條唔是糖啦。哦，是見個糖，一個糖。哦，喲，唔知咩物件咧？真係得有糖。唔知 internet search 看啫，然後。可能是唔知數本啊。你幾歲啊？是 ？Warm in cavity。我上去嗰個去啩。 Not cavity。伊唔是 cavity。伊唔是叫一白咩？你白叫做 gums。你幾歲你講？10歲啊？3歲啩，3歲。我3歲真細漢呢。OK。真細漢。幾歲先？他們講過了不？是先。啊，這看咪對來呀。OK， 我被考到啲瀑布講未來別記，咁好個仔教我講。了Hello， John 啊。哈，G， 大聲。昂啊。昂哈。我係周正啊。你要困啊？哦，別得閒啊。好 ，OK， 感謝。困去。未講啦，我聽到嘩呢。OK， 感謝，把這個到啲嚟參網講下。OK， 拜拜。咗啊，你有拍針過哦？有啦，拍，你講吹了呀，吹也是到。冇拍針過，我出未安尼大，安怎講？冇咁安尼大漢咯。冇治療出。特別你是講拍針是到吹裏面拍啫咩？到吹拍啦。八。哦。同樣掉過。哦，哈，他，做咩事咧？我講你掉個字頭個喎。做咩事咧？
玩手機嘛。我就是會玩手機咧，特別當今我人包手機冇拍佔嘅喎。我這邊包手機有拍佔，攏後面有喎。無，伊講伊看到你聽，伊無互你做嘅喎。伊叫你食藥先哦。叫食藥，安怎食藥丸啊？啥物？食 medical 食伊藥，互伊無整無聽，但係無揾互你嘅巴冧咯。巴冧啥物事？巴冧啥物？真係甜咧，是整咧，依家叫你食藥先。巴冧啥物？冇使辦呢。巴冧啥物物件？巴冧是保住佢啦，學那字嘛。巴冧，哇，簽咯簽，這是拎到落整嘅字嚟啊！拎到落整啊！那就可能 sample 就拎到落整，可能成咗嚇，拎到落整嘅時間，就講就簽嘅字呢。Perkataan minggu ini，perkataan canggih minggu ini ialah logam，唔是 logam 咁樣，lajam 係咪？做冧 lojam 啊？你講咩？叫咩？個冧啊？叫咩？落整啊？8jam。哦，8jam。嚇，8jam是咯，8jam是8jam係咪食嘅？8jam係咪食？8jam冇食。有啦，8jam有啲是 silver 嘅嘛，頂到時。啊。8jam。呢種有白色嘅時候。有黑色，有白色咯。黑色？黑色有咩？黑色有黑色是鐵本嘅啦，成日你 amalgam 係啊。當然冇啊，嗬！當然我時刻就做你手機食一個水啊，頂到時我就知道啦，係嘛？啊，我佢住黑啲哦。特別呢種見隻餅白色嗰時真貴嘅噃。哦，是啊。你攏會是包黑色嘅啊 ？insurance 冇。冇 cover。我是 OK 我做，冇貴啊，做個兩波50塊。哦，平啲哦。平啊。特別平，then 冇交那個節率啊。這個就pasar malam dentist 啊。pasar malam 會。pasar malam 會個乃是比較我覺得。แล้วหลุดแล้วจังวะตอนเต็ม啊。ฟังกี้ตอนเต็มหลุด咯。我無咗，我財報看到無，嘴裏邊有糖嘅。嘿，這句啊，他媽這句來啊，這是臭豆啊，臭豆。車掉特別只細聲，你開個大聲。開個大聲。阿 Nelly。個 still 細聲個。阿 Nelly。差唔多聲。阿 Nelly 聽到。會聽到，特別若是你會開個大聲，你就開個大聲淡薄。阿 Nelly 聽到。聲。聽唔到，聽唔到啊！等陣喂驚啲係啦，大叫啫。叫你啫。喂，人啦喂，冇驚冇邊我叫啊未叫。打俾邊個啊？打俾佢啊！聽得到時講冇咩較大聲。做咩是 angle 呢？你聽到 angle 嘅聲。angle 你特別冚你 live 嘅聲氣 ，live 嘅 show 嘅冚嘅。係 live 嘅聲氣。聽到 noise 或者。呢個。Yes，絕對做物件，想做物件聲。冇意思，你合併。聽到，當邊聽到。聽到特別就亂。嚇亂啊！嚇。noise 聲啊 ，noise。noise。好嘈啊！雜聲啊，雜聲。一隻。當邊聽佢發好笑。本是實聽到唔知你 computer 嘅 fan 係咩物件呼呢？哦，我冇聲，冇響字喎。出邊車？我想聽到人做物件可能，你聲是。特別要緊叫你驚搞到人 mute，冇講話是 mute 起來，講話是加 mute。當見聽到。當見本是響個，你 try mute 看。等陣，你聽唔到。Hello，絕對。係啊，錄緊㗎。嚇落掉，對住嚟，即係抄到嘅驚啊！不然叫你對啊，你對人講啊。嚇，你經對嚟啦。你俾你 MacBook Air 未？沒有。哦。我5年就沒有。我被擔心呢。
總之啊，人就買呢。冇啦，以後你買一年啊，我講你買一年啊。哦，嚇 ，OK，等陣我俾教你教你嘛，按照 mute 你麥 ，try mute 你麥啩 ，because 我聽到聲 noise 聲嘅聲，睇下有。然後 in the meantime，我聽到兩 twice 咗喲。哦，你冇撳你嘅 live 嘅 feed 啩，你 live 嘅 audio 嘅撳。我攞你本是查掉。差點未？可能是你 real stream 先。等陣我 pause 先，等陣啊。嘅我接到啲係落唔制啊，我已經咧是攞點正攰啊，我問題 technically 或者接到對啊，當佢我俾入去講你播出 key 嘅 ，OK， 播出 key 嘅呢度是即係字我叫阿蕉冇過嚟阿蕉，播出 key 係咪講 ？Hello， 嚇，冇啦，我是講當細漢不用煤，then 白線到出去，你做戲㗎換咗我咁㗎。播出 key 啊！有 try 過咧，你直接不睇過，直接不睇過。我試過。我擼白我冇試過。我本不試過，我個筆用白刀個。我係細漢嚟啊，叫白刀啊，就掂起頭，掂起頂面咯。佢哋出去，但細漢，咱細漢嘅時啊，冇去dentist嘛，咱個出去搖咗就自己扳掉，自己咁拗掉咧就。有啦，去 dentist 有啦。Tapi kalau si milk tea men dentist cuma kaki ban ni. Ini sekarang semen. Tapi有後面咧有去學堂嘅咧，你哪會冇去學堂咩？有啦，就學點先小學有。小學嘛有啊，是咯。有講到班出去啊！我細下子我老公撈哦。哦，做乜事咧？講下。伊講我出去聽嘛，我爸嘛坐我去班咯，你知啊？你老公講。我算到10我8啊，你知道？然後媽就伊講1、2、3、4個啦，5、6、7、8就是頭班啦。個老師啊冇啊，伊個班好個冇事，我係記啊，好啊冇事。你冇拍白掌咩？出嚟搞白講白偏冷嘅。佢怎麼有？佢真係有機會拍白掌嘅，班主基本冇拍白掌嘅。我頭先班主冇，喺呢度拍白掌唔是？伊嘅是國話，你可能你好像你出幾度出嚟啊？是一邊是拍掌，一是放進喺 cotton wool 啦，你看你搣嘅，你夾進去白合定嘛？有 spray 啊，有成個白啲人係白藥，白 spray 啊白藥啦，一是用 cotton wool 你放落去咁合定嘛？啊，你唔是喎，冇安尼。冇啦，古仔咪我拍尖咩？古仔特別冇，當時看你手機有當時是我已經真正拍了呀，一兩零嘅，然後都冇拍尖，我就頭佢當出來啊。係咯。特別我把玩手機過啦，我姨講特別人講我姨啊，我姨一隻搞玩手機嘅，往時安怎嘅夾線，你知道夾線，你車衫嘅線，拔掉嘅手機啊，然後就頭你跳 Q 出來。就細漢冇時你看啊！嚇，我手個就是你看你玩手機，即係手機你零機手機點起出頂還是點到面層卡？冇我燒掉。有點起出頂。我冇點出頂。做咩數啊？點起出頂我唔記記啊！你個大漢。生先嘅，較影生先嘅手機。笨蛋啊你！生先你是隔跌，你生一跌嚇。哦，哎，別怪我條情 braces 我冇跌，我冇掂出去。咦，那是多100蚊你咗好啊，咗掂啊？掂咗落樓卡，似佢愛㗎啦。電樓頂嘅厝嘅包緊呢度可能。那是你第關一樓嘅。電樓頂個咯。你厝嘛是有樓頂個？哦，對，有厝頂本。我講，伊哋俾落下卡底夾住樓喎，你夾啦識成，佢人直接講掉，哎呀，咩物件啦？呢個一個手機。啊，邊張寫時間面板嘅嗬，自己有落嘅嗬。啊，對，100，我把自己版過，你嘅手呢一頭拖出來。啊，是咯。有當時你感覺到已經是掉叮當咧，伊把淡薄掉可能啊。有無特啲自己落了有淡薄回安尼咯。哈。300步咧，300步歡迎。哦，係。300步你會講你手機即係等啲告訴啊。
經驗。我是要講，actually 唔是喙齒嘅故事是，特別是喙嘅啦，是喙齒。係，使唔要緊嚇？我嘛是做面試嘅嘛。你嘛？嚇，佢做面試嘅嘛，了頂嗰時，伊啲英國巴魯對來時，了伊就去毛美人做咯，仔啊。嚇。了毛美人咪是伊 cancer 嘅 patient 嘅了隻。嚇，對，但係我頂住往拍板講幾個數字，當對聽到毛美人嘅故事啊。Mount Miriam 係咪 ？Mount Miriam 是一個 cancer home 嚟啦，到啲加蘭加加下病嘅，到啲病人嘅。哦。因為即係媽即係聽講咧，無不當人聽到咧，即係英國中講伊去做卡但係他並毛美人未做咧卡達車，就是毛美人，你就會講毛美人了。因為個未有幾個故事啊？唔是到下邊，伊是下邊去做卡達車，特別往講起。OK，then 伊嘛是啲巴魯，I think 伊啲個病做講咧時，伊講有一次伊講即個病人伊有 cancer 啲伊嘅唔知是喙還是 jaw 還是伊嘅肝嘅位啊。然後伊就講然後伊上個是開刀了刮起都知哦。醫生解刮起啦，something like that啦。了嘅時候嘛是有包嗰啲係咪gauze 㗎了咯嗬。了我阿媽就講伊家寶。伊就去甲伊拆開來，都知哦。了 I think 伊個無做proper dressing 啊。了就互伊開起來了，個無冚到對都知。了就互有一次就互後先去浸掉。喲，有蛇糖啊！知道。蛇糖啦，就是了我甲你講後，我阿媽講伊蛇糖，伊規喙糖個了啊。伊家己袂知道伊個糖會叫變重嘅咩？好先，伊就是 feel 會到啊！伊講，我甲你講真好笑，了嘅時候我阿媽就講，了因為伊樣 cancer 嘅人就要規日去review 嘅嘛。了我阿媽就講哦，伊就規日着，他咪都知哦。伊講伊嘅醫生哦，就規日叫伊哦，甲一班嘅面試哦，夾個咧forceps 啊。forceps 嚇。伊講叫即個病人開伊喙咧，叫伊喙咧叫我媽甲規堆嘅面先只攞曬嚟安尼啦，鬥去把你 maggot 都知哦。是 maggot 係咪是？頭先你講係咪？糖學先嘅糖驚。因為大馬路有一個聽眾，唔是啲講喙蛇糖咩吧？我就是想起我阿媽嘅故事，伊佢直直講我甲佢講，了嘅時伊就講你呢就，要面是攞啥看啊，到啲嗰邊徛到啲喙面前板個亂咯就，了伊講嗰啲糖個真厲害嘅，伊講伊看到人追之去逃避，嚇，伊個要追之去逃避。哦，即個啊！即個減肥時講好了，即係啲面食肥，啲衫咧減肥講好了。就是規啲搞病，要講啊！佢講，你話佢講，你話媽就講，你話就問我媽幾條，水會掉幾條？我媽就講，我是小學嗰啲水，伊講何時嘅囝，何時是幫女，伊講你走落幾隻哦，伊講幾百隻，甚至有可能幾千隻，伊講佢有大細隻，伊講唔知。你我講，你當用mouthwash 嚟沖洗醫生咩？袂啊，了是為時養力袂出咯就，因為伊講伊開始大，伊開始伊大把大條話咯就哦。伊講未怪你咧食糖咧。伊講唔知白狗個貴安尼啦，伊講伊規日牙科說輕嘅嘅事啊，伊講伊個會感覺到，講我啲人唔知啲跳嘅事。成個糖咧。量安尼看就講，你伊新聞直跳，伊講看到了份義理嘅，了伊講啊，了我講有臭味哦，你係試講。亂臭啊！伊講話，伊corridor也未行入來一個咧房間啊，一樣係只 clinic 嘅房間爾。啲 corridor，都味到啊！行過嘅位下都味到，我落去講也未行入來。Oh my goodness！我巴肚痛啊，未得什麼事，我巴肚會痛啊。我好似你係時候，伊講所謂養到
唔知係咪藥水 spray 呀？唔知安怎樣，我本袂記啊。哎呦，吉利，你炒豆你會講咩物件？即手機嘅物件。我啊 international 啊。嚇講。本來講架去英國講架去馬來亞講架去檳城嘅。你講咁白嚇，以為係咪冇相啊？就是我會咁白咯，我講。我到本來做緊嘅點樣事呢？然後我是你知，人有智慧呀嘛，對唔對？對 wisdom tooth 後尾去四去。人是你人是行到聲啊嘛，對。我先行到聲啊。就是怪難人呢，就生司機。我生司機咯，對，怪難人生司機啊。哦，是司機。你講就我未聽怪人嘅人細漢就生司機啊？冇啦，唔是，我是甲你講笑。哦，我想怪人細漢生出來嘅啦。我生我定義。吸人生果機啊！司機是特啲會出嘅時候。冇誒，有啲人冇誒，有啲人會生司機。我知道班羅機。我甲你講，我生司機啦，頂面攞起，下底攞起。我頂面曉，我生一個出去時，我點流屎嘅咋。我捌聽過人講。直直流屎，人見得出去，反直直流屎啦。咱後個我家己本唔知係咩事嚇，我唔知咩事，咩直直流屎。咱無久呢，你就講你出去白聽。我特別大漢就是出去白聽誒。你咪聽咯，你成個出去把聲穿只破呢，特別你出去你節辣啲嘅事。無爽，你睇到你出無爽嘅啦。所以頂面攞機出去生出來，你是無問題一樣嘅。你知？然後doctor就叫我留掉。是，到尾時是生攞機，到底會得位呢？哇！我嗰時啊，我甲你講，我掉噶嚇，鼻腔痛、目睭痛、耳仔痛。pressure 呀！掉我隻筋啊！你幾歲啊？嚇是生是？哇！入幾歲啊？咯？我大漢啊啦。大漢了生個個高你知要。係啦，少。你垂直啊嘛？你知啊嘛？所以我到底正手柄係見呢是 OK。你知，特別到啲多手柄嘅下底啦嚇，我同件事講下底柄嘅啦嚇，多手柄見你做我真正濟suffer物件搞了，我未做工，我目睭點痛，鼻孔點痛就對啦，做我未。แล้ว我到本來做工嘛，แล้ว咪是要去 hospital check 咯，แล้ว就一數入曬，你知要。我 because of 我未大漢啊，我走對馬來西亞去，你知要。我對馬來西亞，咱會記嗰啲愛淡冇，古早咱嘅中南戲台嘅朋友啊 ，if someone 多愛淡啊，你知？佢邊啊嘛是叫野大嘛，別野大啊。唔知，特別別野大係少嘅啦。係別啊！一對面有一間嚇是我爸朋友一間嚟啦，嚇腰。แล้ว伊呢甲我接著，你知伊甲我招咧，甲我接著。because of 這出去啊，我對馬來西亞我未做工嘛，伊做韓國嘅，做工我就對佢，我就叫我哥甲我手機 book 伊頭先就 because 伊真 busy 嘅。本來甲我招啦，伊甲我講，伊叫我名。伊講你參咩？我講是啊，就咪需要我講反正。伊講啊，嗰個人啊真奇怪，人嘅喙齒呢是一支反射起來嘛，白彎嘅嘛。伊講你這支喙齒是困了聲啊。伊是寫到啲人伊響唔到邊響。邊下伊是規支困了嘅，人嘅喙齒是一支反正嘛呀，排隊嘅嘛，彎白彎嘛。我這支喙齒呢是困了嘅，你上下喙齒嚟說講下你。喙齒人嘅喙齒啦，把一困了聲就是快啊嘛，一困了我會減位嘛。所以伊甲我講啊，我要甲你做開刀。開刀就 OK， 伊甲我哇教我啦咯。你知伊甲我開刀呀？後尾是我講 OK， 我特別開，如果是做我只工課嘛，所以我講 OK 我開。你知人家開要開4柄啊。喲！嚇！伊講啊，你喙齒啊，我扳袂出來啊！伊講伊開，伊無辦法啊嘛。伊個喺你刀遐刮，我講刮，等嘅你知要，because 困了嘅嘛，我喙齒，伊刮我講落邊遐，伊刮咧，伊嘛是要驗，喺伊唔知驗咩物件，伊出來你知要未出來啊！伊甲我講特別甲你用鼓啊！喲！我講伊甲我鼓啊，鼓4柄出來啊！
你知嘅點樣時候，我係一個 elbow 這邊位啊，係你咩啊？唔是，即阿莫管嘅隻骨啊！哇！我同你講我講字啊，我哋自己講。下巴。嗨嚇。係坑拖板嘅，你知喎。哦，叫你喙開大大呢，樣知。我你喙開嚟點先時候？因為困了聲嘛，困聲，所以你 imagine 個困了聲，你一個安尼款外感啊，你上後感就疼，你知哦，你還是無拍麻將啊？拍麻將冇走疼啊？有拍麻將吧？你 feel 到一個。哦，對，咱翻喙齒時，逐擺你感覺到伊嘈，crack 咧 beat 嘅聲啊！哇！伊甲我班啊，結果我下佢喙齒，干那班我下佢喙齒啦，2點幾鐘啊！喲！講夠啦，老你後尾時候 after 後我班佢哋喙齒出來咧後，我到啲喙我未知啊，係咪我喙未開嘛？我未開，頭講驚本未落，係你 teaspoon 你頭講驚我未落咋？喂，你就係時喂唔買人啊，做梅喂用 straw 熟。因為見到罐醋做誒，那時。我冇去到罐醋做，因為我都本來做工嘛，我對咧，但是我買去到罐醋排隊啊咯。哦。買去到罐醋嗰家冇 hygienic 啊，按你看你 case。嚇！我哋嗰罐醋冇 hygienic 嘅，等陣我講英國嘅，你聽啦。等陣啦，倫敦嚟你講。我就買咯。แล้วก็ไม่สิว่าคิดว่าช่วยอีบาทว่าพวกนี้มาว่าสิ100 บาทอีอะมา所以ว่า佢計伊講你知我提幾針冇？我提6針。哇！我出去提6針嘛，你聽好嚟啊！6針，哇！嗰時我未食啊，未，有影蝦米麵我未食，因為嘛就煮糜係白炒落去，係白落去滾 ，at least 有淡薄vitamin 在入面哦。แล้ว我用 straw 熟咯，跟那熟。straw 熟會貴咩？司機？No， 我食糜水呢。哦，我想你用珍珠奶茶嚟熟炒個豆腐。做到8萬蚊手機啊！แล้ว你จะอันนี้เขาเจ้าบ่ลูกเบจับมีเพียลูกหลักปีหลังก็บ่ละแล้วมาลูกก็เขียว所以我跟他講呢เขาว่า做一จุว่าเจโลเขาเลยสิว่าโอ้งั้นนอเลยไปเขาแกว่าเบจับเนี่ยว่าช่วยเบคุยอ่ะว่าช่วยเบอีกแต่จีเหรอ叫我日飲水寫ว่าช่วย啊พุ่งเบคุย嚟哇，解啊！我唔捌我司機，我當佢司機 wisdom teeth 嘅咧 still 有嘅咋？我剛剛見到隻咧，我有司機個。normally 時你看呢，doctor 是講用嘅呢，伊無加魯班呢。用呢，伊就加魯班啊，上個話你看你 case 啦，掉個把豬疼、牙疼啊，喙疼、鼻腔疼，你就得掉班呢。因為別用嘅嘛。我是已經，我看到估下，我是13歲到14歲，然後你那邊我生個了，我司機生出來個了，細漢嘅時候。會用個了，特別 one thing 是我 because 我生出來嘅時候，一殺個了我頭前手機個了，所以歪個了去我頭前手機啊，所以我去白手機是一條板去3機，了特別板頭前嘅3機啦，了板機咧是我個一個是板機咧是我個8個月手機個跌到東西，特別我有司機嘅。wisdom teeth 嘅咧個個，你看好，你講你講啊，你鬧咧，你個人看食嘢，你睇你自己是較笨聲。我講你歪死佢，แล้ว等下個一個這裡瀑布咧瀑布，瀑布，嚇咪瀑布你講到手機講。我嘅手機啊，我是用愛點先嗬，我是學你切格叫我多一頓，嘢咯對。你我 reason 就係啊喂，我都冇自己記啊，我就驚 because 有人講誒，嚟 period，冇，แล้ว我就對住個阿爸講，爸我買多一頓，會使喎，一買人嘅叫我騎，就係講 free 嘛，騎啦，แล้วเขา就講買就甜嘅俾一下配哦。俾你把聲皮。你講所見就嗰樣隻錯咯誒。少，我係知，我特別聽我知講嘅時候，就伊朋友頭拖起嘅時，我基本是只驚，我只聽到嗰陣時，伊日哋車架走去就慢一跳下破嘢黑架機。
我再用是真好啦。了個有另外一個就是迄個伊講伊嘅朋友在這邊驚，就是伊破單就定得是當今日就係dentist就是伊破單就是伊甲伊朋友去做隻去叫去啊時，就特啲面試幫佢哋單咯，但係是伊就見落海。Oh my god！ 我呢個傳宗接代啊嘛。了是你時候冇單啊，就是老仔我咪是講我知道係咪留卡單呢？伊朋友就去辦手機啊，伊辦手機未辦訂面啫，冇辦一啲拍訂面了，特別辦一啲。拍張拍定面，因為辦一啲自己特別拍張拍定面咧，是去辦一啲自己，所以就冇把掉啊自己。然後一天看到伊朋友大 traumatic 啊，這樣啊，好得伊家己驚嘢，我自己唔敢去。驚！應該是 mistakes 啊。啊，那 mistake 啦，個人 careless 哦。Oh my goodness！無學類嘅家無聽，成無學類得等嘅才聽。真解啊，嚇！你講係咁，你講我成日知我未話，講係感覺真係感覺最好嘅 dentist。呀，到佢除掉啊，是成個 hairstylist 咧，除掉都唔敢辦嘅。講之做，我感覺 dentist 真係裏邊嘅喎。係咯，少少。講之仲加是講頭擺。當時 OK 喎。即陣是白咯，即陣未？即係咧。我哋讀啦，你 dentist 未 dentist 就係咪？伊甲你做出去時啊，甲你講話都係多難嘅。特別有聽，dentistry。呢個聽我。你在 Kansas City 這邊有一間真正出名誒，這個就是窗櫃啊，點樣？是我講，然後我最近 Kansas City 有一間就出名嘅 dentistry 嘅等嘛，我係大隻嘅，我讓特別我 dentist 上床地講一朋友在 class 嘅時候，被睇 interpret 啦，講是講咩話，因 dentist 係 train 啊。Okay, what did you do today? Oh, I'm glad. 因為唔同科嘅話咩，別是 yes or no 啊？你冇，當時就你拍確講嘅就係等嘅。咩？哎呦，特別我開始邊卡就是 yes or no 啊？你款嘅 question 有冇？我即係拍確嘅。我咗都過幾年，我去 check up 呢嘛。特別好，你如果你look to check 嘅時候，我都真係見嘅嘛。even 都伊是清掉伊嘅 mask 嘛，跟住條清 mask 嘛。我都對幾年嘅時，伊嘅 dentist，伊嘅鼻腔嘅冇解燈嘅。伊白頭針我要見伊嘅鼻腔冇白頭針。我入邊佢一查出來啊，刷斑啊，係伊冇寫掃到都淡薄，伊冇咁樣掃超嚟清就清。我發覺到就 popular 嘅。他咪叫 popular？如果 end 到啊？哦，係啦，少少。係咯。dentist 特別我 dentist 就冇啊嚟。我就是個疑問特別。dentist 係啦 ，dentist end 到是接受。哎呦，你來呢？我這個好。有冇？叫文情馬是文情意三文。就講咩？三百步講咩？三百步。即係講唔敢去看 dentist 諗埋去咯。我都 end 到係。特別冇一隻人是有拍針啊，大媽三百步你講咩？大媽住講隨只堂課隨 dentist。冇得往實際 discuss 看。我講啦，一隻都在裏邊啊。我隨係真好嘅啲邊咧，邊路大啲邊咧個噃。冇。路大啲邊咧就係見到是㗎。是我朋友介紹嘅，然後佢有親戚，佢兩本介紹，佢一間，所以我感覺我去做，我感覺唔樣嘅 dentist 好了。得咯。
PR 過好，變靚蛋刀咯。變靚蛋刀就係貴嘢嚟，咁唔知。特別我感覺伊個價錢 OK 喎，根本我 check 了，我教我朋友。變靚蛋刀是到啲幾幾十邊嘅？係啊，我本教 Adventist dentist 本 check 過啊，伊個價錢差不多相呀，本無講真貴，新加坡嘅嘛是7-10塊，唔是真普通嘅。你冇講就貴啦，7-10塊。係啊，一個大巴肚蘭遮本真好，本無咩貴。特別one thing 我是講，我成日照講，你看sometimes少只驚，你sometimes少去教你一個等啲事，你唔知講，以為叫你做物件是到底是愛是賣，你知道？成日你去買緊你做錢可能。伊會甲你講只正驚，但是伊 propose 了啊，then but actually 是 more like伊家己 benefit 咯，伊學要累啊嘛。特別驚是。你人哋講嘅 dentist 啊，我甲你講，邊個有一間 dentist 真正趣味嘅喎，伊有 video 照，好多看你手機都是開嘅。我是我捌看過。我知我冇去過呢款呢。係哦，這邊了有嘅喎。嚇，日本嚟講下。日本嘅，日本嘅未聽咯。嚇，安怎是不是未聽呢？以後你 laughing gas 哟。laughing gas 日本有，了拍較濟是拍針，特別伊針做一擺未聽嘅喎，都未試到嘅喎。我人真嘅是較濟，伊時候你一個 gel 安尼薄，然後你 gel 拔咧是甲拍針。有，這邊冇咯，直接拍，特別都未試到咯。哦，嗰隻油數係只冇可能。可能是。laughing gas。laughing gas 以後你比啊，你笑，真歡喜嗨嗨呢。就歡喜安尼嗨嗨嘅咯。嚇。嗰時你個我捌看到 YouTube 是用 psychology 哦，伊學你困咧嗬，你袂來殺聽喎。哦，你成日 hypnotize 嚟你啊，催眠你啊。對。有我驚。特別嗰陣時你做了嗬，你把要貴了嗬，你嗰陣時都加實勤考呢。係啦。這樣嘛？伊學你 Princeton 嘅嘛？特別嗰有一種就是你當在做一出去啊，就是講拍針嘅時候，你規變成個把戲啊，呢？把戲整戲啊！一成搞搞呢？把要剪料咧嗬，都講話冇是不清楚嘅啦。嚇，就叫爸爸。你吹爸爸嘅時間，你去黏。係流嘅，我特別流，豬係啵出來嘅啦，我特別是，我特別是到啲 dentist 有時叫你，以為是叫你加高啊，你好啦，咪撩成加高，嚇我就流出來嘅啦呢。太蛇絲啊！我話個流汗啊！我譬如我特別是成個條布 dox 咧，成個拍布 dox 喺邊啊！一邊一下流來，然後呢，一邊流來呢，冇咩點當。做咩你真都拍過咩？我知啊，拍過啦，我特禮拜拍，你冇佢就我真係知外邊。你拍部得先咩，John？嗱，你冇看外邊咧，知啊，冇做文化看。誒，安尼 John 你應該是真是幾百歲？就3000歲啊啦！哇！我是知啊，見招長嘅知嚟。見招到掉，一些咧掉了啊！誒咧，我等陣講到啲做手機物件，咱會記講啊，頂到時做手機時，一車了時，樣有成個黑字隻，唔知成個棉花，玩啲棉花字都會叫。啊對，我唔知只熟嘅，我只世界喺度 process 喎。是咩？我有知道嗬，伊袂記我係這裡物件嗬，垃圾抄去，抄去冇嘢出來。哦，我冇掉佢知道，我冇掉佢知道。特別即陣嘅迄個線面貼嘅嗬，家己用嘅。我這裡是講這裡包住鐵針嘅線啊，是咯。鐵針嘅線。哦，我冇喎，阿你。哇！細時間都登去了，一個搞到加那個 Q 出來。哦，我記我看到嘅伊個線我死。你個手機嗰度，你自己特擺叫就是家己加來拿下呀。啊，是咯。去試快一個掉。你有時間啊，你卡垃圾，我你拿了，伊會你家己貼。家己玩起來。誒，攏最近整八個手機。哈？什麼？白手機？白手機？白手機我嘛，白手機 braces 啊，白手機。哦。就這樣白。我冇喎。冇啊，攏冇人白啊。iPad 特別賣。
係咪嗌白特別買？係咪隨時嗌一個買？喂，做起嘅頭整地面咧是一期拖出來，because 我度在淡仔都講嘅，係咪滅毒係咪故意毒 fail 啊？嗬。生出來淡薄了啊，我 wisdom tooth 生出來，哦，無去辦了啊嘛，拖出來咯。一見了喂嘛，就講，哎呀，去做女出去啦。你嘛叫你做，你個咪去做？唔係啦，我咁搭女咩？一去出去。搭女你未知，但係你上學玩，但是咁我冇做嚟，咁我特別咧出名啊！就。阿 B 喂，嘛講啊，我琴喂。嘴巴安怎講啊？吹啊！會是哦，喂真係水嘅喂你冚吹水就水，就佢吹就被機人，哎呦死魔㗎啦，成魔啦！哎呀，佢吹就實了臉，你看啷個看喂，即鹿港嘅手機就水嚇，是是。個白個跌。是咯，咗你係686喎。我淨係3年個背過佢，真係酷。哦，真係酷。你都真係咩事？你嘅 game 是壞咯。真係壞咯，我而家真係壞，依呢，話咧撞去。然後我個頂到我是 underbuy，頂到我一day拖出來呢。我一day拖出來，特別我把一節期嘅了時候，我本地有時講 maybe 要做 surgery，我 jaw 特別刮，我 jaw 骨我 jaw 係啊。แล้วสิว่าไม่做好咧สิ because กูว่าจ้อยจะ貴แล้ววางสิ去政府嘅嘛วาง定到時去係你即係你มักตับ perguruan บ่มักตับ gigi มี perguruan เนี่ยแล้วสิ後尾是個 transfer 去一間哇你即係很易下邊嘅一間嘅每次去白手區啦下邊嘅白手區下邊嘅我只大漢人個白我19歲哦18歲是19歲個白咧是伊食久啦，特別我白了，我上擺嚟到美國啊，係我個 continue 做咗咋。特別 already 係是 already 超價，我冇 underbite 去啊，所以去啊，當佢跌去啊咯。當佢有新 technology 咯，你未看到伊嘅線咯，當佢是用 plastic 接入邊嘅。Invisalign 啊？對，新嘅。到底南邊餅嘅擺下。對。我講只白出去就即係嘅。有嗰一個是 plastic 伊帶接入邊，所以你接物件是伊袂黏掉，當你出去伊黏掉當你 plastic 嘅。新嘅 technology 當佢。像我小愛妹都啷白起嘅喎，every time 都啷食了都啷嘛真行可惜去咯。對，因為我頂到18是個仔頭前自己，我真正歹看，我接，我真點嘅頭前，你係自己貼呢，我真正久係哦，我唔敢。我想笑，你知我在搞笑人係我真係看 cover 笑，所以我唔敢開我嘴咋，只吸屎咋。不過就係就定間時個比較 blow job 嗰時。阿婆就撩臉冇彈。咗錄嘢出機嘅，你家要出機也出機，你接把了機細你出機喎。我就俾佢嘅出機邊咯。你去嘅 chicken bean 啊，你去在經嘅特別去 bean 咯。阿伯你咪講嗰粒掉到啲鐵入面，你咪 between 啲鐵。安尼好麻煩。真正麻煩咧哦，喲，特別咧 pay off is very big 啦，I tell you，你看當佢。Gigi sudah boleh buat itu komersial iklan itu Colgate So betul kalau detainer 啊。對，我就 retainer 請咗一年啊，特別後尾時我停咗冇請嘢，即係你冇請啊。Retainer 是 retainer。講咗古期一刀 dentist， 還是有數個期？哇，半年期一刀，6個月。唔是6個月到期一刀嘅咩？你條卡係喎。我每日拜門來啊，較快。特別無一看，頂到時我有問題時啦，我有迄個護士嘅問題 problem 嘅時候，我就攞佢自己知道。然後當今我就 healthy 啊，我gigi 我個特日tiap hari ada floss 啊，所以我護士sangat sehat。就是我洗手機要好流血。我有啊。我有啊。洗手機你聽過你摸手機？
哦，去 dentist 嘅時候，你是講？你係學寫呢隻聽，會聽咩？聽，我寫用一邊先嚟字啊！哇，scaling 啊，scale 是。哦，好聽喎。咱講聽是 because 你寫你手機寫到無，你特日寫無寫到好事了，你會講。哦。啊，你寫字。你話 OK 嘅。等陣，阿蕉你講聽係？聽。阿蕉你 normally daily 是你有 floss 哦。我有嘅減啦，我用你 toothpick 嚟有 floss。特別冇，你特別是冇講 floss 搞，但是你 try floss everyday floss 啊，搞用即係用 floss and left right wrap around 你 teeth 啊，你 scale 時都俾你聽。John 你 floss 有估？哇 floss 啊！我咪是在那 whole teeth 呢，我唔知道估啦，是然後呢一個 area 攞到呢 ，clack ，OK，過去 clack。Each and every tooth。Each and every one。哇！我係 dentist 講我是 poster child 嚟 flossing 嘅 poster child 嚟。And then last time 你知咩事？我唔是講細漢就係咁樣嘅，我頂到鼻曉唔知講特別 floss，還是半段 floss。有一幫時我掉我係咁嘅 problem 啊，我掉開3,400塊美金啊到這邊，所以我開個真正濟累啊！我上擺我真正驚，我變咗 phobia 去，我當佢冇 floss 啊，我成日驚講有時咪就請起來時，我係故事佢就歹啊，佢就佢就清啊。floss 啊？啊？特咩 floss？特刀變做 Kia floss 咯，一刀啦 ，everyday 一刀。一大節 floss 啊？大節 floss，tiap hari never miss。一隻諗比較 floss。咧用 Listerine 嚟。我比較 floss 喎。你比較 floss 啊？我比較 floss。哎呦，把這邊咧學見對起是我教咯，我只開隻班。咁啊，真甜呢 L floss。你頂到未？你唔捌 floss 嘅時，你 start flossing 嘅時，伊會聽。而你gums 無 healthy 還是？你若是講你 floss 嗰時嘅人，你 gums 真正 healthy，你當掉嘅時未聽。所以你做scaling 嘅時會聽是 because 你 gums 真正 weak 啊，所以靠掉嘅時伊就愛破咋。但是講你點 floss 嘅人，你 gums 未冇呢影響嘅。有啲所以我就講啦，有時候你講安怎做人嘅迄個感加 strong 啊？嚇對。Everyday 都係做 floss 咯。Everyday floss。你 floss 是。當時有個人誒，成個我最近啊，我邊出去見咩流血哦。啊，但係是你故事無 healthy 咯，你感無 healthy。我到你係聽哦，你是 after 食物件嗬，冇得你。啊，OK，你食物件嗬，你 try to gargle off 你物件，伊可能起迄個白誒，迄個腮啊。但伊是 acid 嚟嘅，所以伊起你嘅故事一邊啊，一邊流血咯。So after 你食物件嗬，你去gargle一下啊，你久嗬，你嘅 teeth 嘅故事 better 咯，當然。特別講洗嘴啊，基本搶嘴嚇。啊。當然，我頭擺本是會聽，你就會流血。了我嘅 dentist 甲我講是叫我用安怎講，叫我。較女嘅手機邊？無，較定嘅，慢變較定，較定嘅，硬邊係流血啊！啊，你陣換你 toothbrush。我陣換手機邊。了你洗起嘅時間，你即陣時講是洗即 about 3 minutes 加是4 minutes 嚟講話。啊，你慢慢加到10加是15 minutes 呢？哦，就是成個 flossing 嚟看咯，我哋 floss 係講為手機係鐵呢，我係手機會故事。我未 understand flossing 喎，你按怎會當 in between 呢 key 會當幫嗰啲 floss 落去，我幫未接。我是冇手按怎呀？你手按怎去撳嗰啲？哎呦！如果我 tooth 個 virgin 個嘛，幫未接個。你係蚊上眼條，你手機邊啊，應該會接嘛？你嗱係邊啦，可能未接啦。我唔是手機邊，你是手機，我是人看咯。等我 try 看 demonstration 可能看。我只是等我特別吹個 floss 哦，還是等我叫我隻 computer 嘅 cable 做呢個。哇，垃圾啊！得啷看啲路講。你是講係你手機線嚇，係你講大擺。安尼係你叫 gloss 啊，係你是叫 gloss 叫咩 ？floss，F L，係你叫 floss。嚇 floss，
安嘅，元氣。你有當時就熟啊，當時坐了無做咩啊，尤其是上網做工坐叫別個，你看到三一條線啊，Q 嘅。有時你為 computer 你把錯過啦，到底你 computer screen 嚟定？John，你是講不好是放較大力落去會流血啊？你頭曬時就啲流血，所以你看 gentle 淡薄咯 ，jeep 起時特別你要緊是你被 wrap around 啦，你特別鼓成個 sawing 嘅 motion 咧，鼓 jeep 起，然後你特別 get into 你 between 你手起嘅你鼓絲位起成個 massage 你鼓絲嘅呢種就，that's the same purpose as brushing 嘅你用定嘅手起邊板邊嘅嚇。伊到你咁嘅位，你按照你是敢若 sawing 安尼，有淡薄 circle motion 安尼有啊？無circle，無我是安尼到底你落個去地啊，好，你掃啦起來就對，安尼掃起邊，你 wrap 你手機咪成日看到你看到隻 video 嘅，你 floss 接來一邊是你 floss 嘅，安尼看，了安尼伊啊，安尼慢慢翹起來，開始白下。這邊來先啊，佢紅嘅位是白，攞個 shirt 是紅嘅嚇白，所以落個去這邊去，落去伊只去 between 嘅咧，嚇呐 ，between 你手起個你故事啦面，落去啦，你做啊拖起來。哦。特別要掉垃圾喎，John。有當時佢就食少，但是我邊手起就打落嚟，我開始邊手起了我個 floss 嘅，所以我邊手起了咧是嚟講嚇，伊已經無講。伊無講只垃圾，特別往時淡薄成手機曬，伊毋是講成個白一啲嘅時候，淡薄成個淡薄白，淡薄 film 嘅可能。所以我做 scaling 時冇講只借出來，因為我平時 floss 就有 floss 數。我是一禮拜一刀，特別我用 Listerine gargle 啦。我袂有 floss 係最 effective 嘅，我 because 我 try 真係每我用你 medicated 嘅一個 gargling 嘅 solution 啊，本白。我特別 floss，我頂到特別夾設計嘅咧，你成個咧手機邊設計啊，誒 between 我係胖嘅，我特別夾咧邊啊，頂到我掉咧感染 disease 時，但係我就驚啊，當然。我是用咧一個 toothbrush，伊是 D shape 啊，伊會扣掉那邊啊，所以 at first 是用是流血啊，咕碌用嗬，伊會血少咯，等我當佢無。brush teeth 啊，無流血啊咯。Actually 個 green 是無好咯，真係。知唔知？你看得貴？什麼？不 ，because 你人個嚟講話，你嘴袂出瘻。你瘻是 protect 你 teeth 嘛？有你困嘅時間，我是你瘻 protect 你 teeth 喎。有你是講你瘻袂出了哦，你記錄較嘅歹咯。當然我個就聽講人，就聽講講講伊驚 floss 時，伊個咧 floss 線掉到啲手機旁嚟，別對手機旁嚟。當然有一種線咧，我買嘅一種線咧，呢就是伊是成個，伊唔是講要線了有 wax 啲個卡，即是薄成個 ribbon 嘅咧咋。所以較應接，人係講係驚 floss 嘅人嘅呢，人比係一種成個 ribbon 嘅呢，伊薄嘅呢，伊下掉你係 stretch 嘅時候是伊長嘅呢，呢，你人係一種呢，冇咩，冇咯。嗰隻線嘅是伊敢若，伊講只驚講伊可能伊掉到啲手機嘅時，你去把你 floss 出來嘅時候，佢哋手機流出來啦，咁我講，安尼 weak 咩？你知中國一個是敢若伊敢若梳安尼款的嘛是，敢若你逐擺梳鐵安尼款，伊有一個敢若 D shape 安尼款的啊。alphabet D 哇 ，big letter D。對，係咧。係咧，我 feel 到較無呢 effective because 伊被 wrap， 伊無咩 wrap around 你 contour of 你手機嘅數。我 partner 用佢咧，一支機啊，伊成個 toothpick 嘅咩 ，one side toothpick 一啲 other side 啊，你夾我未。你較貴些？maybe 較貴本啊，because 都學成 plastic 嘅類。maybe 學啲學 plastic 嘅。But actually 我是真少愛 floss 所在，特別我未知安怎。你去 online 除啦，未咩？我 maybe 那是冇人做嚟講，我去除我架。This is how you floss 101。我個手機嗰隻，我吹嗰隻大，我開架，我看到我後尾手機啊，你看咧，你看到後尾手機嘅咧嚇，
last detail 係。就少人開緊喺大咋，我 dentist 講，哎呦 ，look at this boy， 定得我自做出嘅事啊！一叫 nurse 講 ，look at this boy，I don't need to pry his mouth opening 啊。deep throat 係，係係叫 deep throat 係啊。No, not deep throat. 2 and 3 also can go in at the same time. Okay. 嚇。喂，佬啊，都小心 electronic 嘅 toothbrush or normal toothbrush？啊，我用 electronic toothbrush，我用 Oral-B。哦，我用。我其實我 start 起呢用 Oral-B 是，我 start 白手起，所以我是19歲，嗰陣時我就 start 用 Oral-B 起，因為我係 dentist 講 Oral-B 伊個手伊個清真係細嚟啊，所以較用細迄個 braces 就。所以我是下時起我是用啊，後我就當添就用啊。我真正 sometimes 我邊真正借清氣嘅時候，個線嘅 toothbrush 啊，較舊嘅時你看伊食但不走嘅時你特別換線啊，無伊邊無嚟掉安尼響。是咯。我是細一半無驚去哦，battery 無滴。哦，我 rechargeable 嘅喎。哦，我用平常嘅。因為我呢種是用 friendly 咯。即陣是用係咪 Panasonic，但我頭擺用 Sonic Care。Panasonic 嘅我諗起啊。我諗起日本嘅事。頭是用 Sonic Care 咯。哦 ，Sonic Care 啊，我唔用過 Sonic Care。做咩事我唔用 Sonic Care 啦 ？Because 真咩派。哦 ，Oral-B 啦，生啊真正襟用嘅啫，我 Oral-B。Oral-B 好咩 ？Oral-B。我 Oral-B 你問買上半機嘅 Oral-B， 你買係你卡中，你買成個差唔多。往這邊買點樣只8塊，就拿300塊呢？可能ringgit 啊，你買買迄個小半機咧，幾個50塊，可能比較貴淡薄誒。Then 依家隻 rotation 是種啊，依條依家隻 rotation 係成 ultrasonic 嘅咧啊，然後一個 one thing 就是伊會打很較久，你會隻手機邊會打很較久。rechargeable 嘅，俾 rechargeable 嘅，我定當時特別去 Guardian 嘅即個藥店會買嘅，定當時。我未知呢種我看到我買$112。啊，can，兩can 我買。我未知呢種嗰時嗰時買啦，我係 dentist 我，做咩事一開始我 Panasonic 是 because 我頭擺我用 Sonic Care 嘅時間我。伊叫伊嗰邊有 Sonic Care 嘛？伊叫我用 Sonic Care 啦，伊叫我用 Oral-B。伊用迄個 liquid 喎，講你起個有垃圾，伊咪變紅嘅。啊，對。啊，伊來一擺放落去呢，除了紅，就一擺袂落啦，伊垃圾啊。哦，你叫我去用 Panasonic 嘅咯，用了較好咯。哦。特別即個Sonic Care 伊唔是成個 normal 嘅 toothbrush 呢咩？一頭長長嘅嘛。是咯。我係 Oral-B 是圓，我是講圓嘅時間，伊敢若伊會安怎講？伊敢若 wheel 安尼。啊，對。啊，我是講咧，攏就用，佢 still 用 traditional 用手邊就。哇！你講你名啫？超導。我到 office 未炸你 electronic 嘛，唔是幫。你到 office 邊出去咩？我食包。哦，唔是食包嘅事啦，成平時阿妹嘅事。就去。呢種 portable 了噃？有咩？哦 ，portable 咧。到馬來西亞你知啦，到這邊安尼少物件呢。誒，等這間就用電呢？八卦用電呢？嚟諗乜用電？貴，特別清氣咩電呢？清氣喎，你會曉用，但是你會曉用，because 你用 one thing difference 你知係咩？你那是用電嘅手機，特別你 method B 那是個上加用舊traditional 手機邊咧，都邊未清氣。你特別學伊嘅電嘅嚟邊你手機，你買去手買叮當嘅咋？手買叮當。啊，你把 rest 伊係一粒清到啲自己手機有人嚟 rest 掉伊。一粒慢慢啦，哈，對，就一粒邊。哇，那個邊個意思？就是那個，就是我手機嘅水，就是那啦。你特別一粒邊你關係，你唔用手脫嘅，你別使特別邊手機別使就快咯，要帶膜嘅嘛。要帶膜。electronic 有一個smiley face，if 你邊可以轉 over 2 minutes， 有一個笑邊嚇咯。if 你邊無夠啦，伊別好嘅邊啊你講。誒，Donna。
2 minutes for 一粒手機啊？冇啦，冇啦，貴吹啦，2 minutes 就手機，你手機咪變冇嘢。手機貴差啲喎。 2 minutes for 幾粒手機？To個 whole mouth，貴幾吹？喲，安尼我問下會清氣。啊，出咩？咗2 minutes 留低呢？哦，是咩？一餅啊？Traditional way to be 5 minutes 咯。我唔知，我就估特別我手機就清氣，特別我是比 normal 人比較久啦 ，because 伊伊喂timing 伊成日安尼就我再講伊教2 minutes 嘛，我較就是攰咧，攰timing。都 floss 都教人未講了。啊，哎呀，就真正清氣了。叫 floss 就好啊 ，I recommend floss 100% 200% 就俾 floss。就是。了個有講是做咩事用電嘅，或是伊有迄個 vibration 哦，伊會當衝落啊，衝落喙嘅，袂係安怎講？迄條件嘅位會落啊。嚇對，伊 ultrasonic 伊 frequency 會做喺轉開伊咧物件垃圾物件落出來，了個伊個當到你嘅故事啊，你故事本把佢變 healthy。嚇對。This show is brought to you by Oral-B. Oral-B 你記落記你Oral-B 嘅廣告啊 I am a doctor I'm a dentist but I'm not I could be 嚇對伊 shoulder 係水呢我特別看到嗰時我就笑喲依個喲 so strong shoulder you I want it's a I'm a dentist oh I want to touch you Yo, 我會記過，I could be a dentist, but I'm not. 呢嚇，我特別就 confuse，我諗別記啊，因為我一記清掉，一微掉咧大拉到啲一卡出嚟。喲，平平就記。我suka咯，You're so strong that shoulder, I suka。你講見啊係係咪見啊？大人嚟。有大人你講過咩？Oh, dentist, I'm a dentist。講梅魯啊，你大擺 floss 點先是一條，你 Q 一條啊，แล้ว就是一條解決規個喙啊，嗰是做兩三條誒。我較就是一條，我經驗誒，我特特日 floss 我再講會 Q 就等我都好用了誒。所以我其實我你識最教我年試不教我，嗰陣時你俾聲呢，你使 Q 一條出來，差唔多一尺長啦 ，OK？ แล้วรู้กับอีนอ maybe เขาตั้งnumber sometimes รู้นอเอาไว้อีส่วนนอตอนเหรอรู้กับจับขึ้น來啊เหรอรู้เสียงกับแกชิวจุยๆอ่ะเหรอพักกัดรู้จักพักนอเต้าไปกัดแต่กำลังทีซ่าสิอ่ะกำลังทีเลยทีเลย溜ว่าสิอ่ะรู้จักมาไว้มาสิเดี๋ยวไปจุยๆ玩可以พักกัดเลยเดียวพักนอเต้าไปกัดแล้วเป็นตัวอีคอเหรอเดียวอีคอ咧，你二 call 咧，你度較聲，然後你用嘅時候，你會使佢舊喺買嘅時，你佢使用另外一邊嚟接伊辣啊。你學嘅時，伊個未。我未 understand。喲，你那是講你用一條嚟講下，你一條你 video 嘅你看，你用一條然後呐，你咪是你買下，你特別用手嚟教啊，伊個有辣接嘛對。所以變到黑邊，你 wasted 去一邊。所以那是講你個一拍夾起來嚇，is a loop 啦。那是講一個 loop 嚟講嚇，因為你個個背嘅時，你教你是，比如邊隻面另外一邊嘅線嚟 leverage 你 flossing。So 我 nurse 教我特別冇，當然我真係厲害啊！我嗰時啊，我今日照咩 floss 嘅。我 floss 我跨鏡本嚟 floss 啫，我 TV 頭前本嚟。我冇跨鏡，我直頭我家陣時去，我就去邊處去啊，走去面場去一條 floss，真快，一個就 effective 嘅，真快哦。automatic 啊，我上班我咪試，洗手機我嘅人嚇，我哋 hygienist 啊，伊洗手機是伊是用往這邊用一種嘅。baking soda 嘅 spray 嚟咋？你就諗面試嘅諗是手機嘅時候 ，sometimes 是伊是成日一個邊，頂到是成一邊邊啊，成 Oral-B 啊，係嘛？你อุ่น手機邊啊，那個洗薄你手機嘛對。當叫我係面試用薄嘅，伊是用 spray 啊，是 high jet 然後 spray 啊，伊裡面有 baking soda，個水沉啊成落來嚇，咁嘅水呢，你伊就 polish 手機，然後呢就伊部用手機邊呢就。
有特別往時伊個 grit 你刷一下刷，然後你別見到咧，走自己就去碰佢嘛，所以特別搞 floss 咯，所以 floss 時我係吹啊，我 normally 我隻 floss 嗰陣時啊，你吹嘅輕啊，會對你 floss 起啊，你吹轉啊，安尼我做你看，你嚟看下啊，安尼正肥個條去頭前，係就咧去肥嘢咧，我係吹 automatically 對手嘅，成個 professional。啊，手機上好啊，搞，哇，這手機flossing 啊，哎呦，使 recommend。我去到，我冇實去。你別曉時，你甲我講我 demonstrate 好你 online。OK。我對吹掉啊，還沒好誒啊，阿 John。我suka 用誒，我呢邊 brand 是叫做 Glide。啊，我看到 Glide，佢一個安尼借喎。Oral-B 本有嗎 ？Glide 是你經係一種成較薄誒，一個 good 薄誒。Sometimes 所以手機有時小硬嘅時候，是伊會刮破伊啦，特別較細緻得冇。Glide Deep 啊？係咪 Glide Deep？Glide Deep 啊？哦，真在路啦，一定 Glide 等我 check 看 ，Glide Deep 是安怎嘅？哦 ，Original Floss。我唔知我係 Deep 係啥物，我 Costco 會買。哦。等我看看伊效應。Glide Deep 哈，我係 that one blue one， 我係 Glide Deep Pro Health Comfort Plus Floss。哦。啊？看啲啊。啊，伊隻青啊，伊個罐隻青。因為我應該特別揀 take sponsorship 嘅掉，超級吧。OK， 感謝各位，這禮拜在聽我人現場嘅錄音加啊。嚇？係咪嘅？我是抄到，你講了呀？嚇，你會講話，手機會講啦。我講我應該係你聽啦。嚇，可以講。你個點聲？有嚇。你講緊我應該你正做手機呢是400貴。我別個英國人手機呢拍看㗎啦。對，你400貴啊！你去寫隻手機啦，都愛54磅，是 NHS 咋，是 half price 啊，就。哦。那是講你那是唔是 NHS 啥？你去做 register 哈，你就是冇 half price 啊，你就要學 full price。哦。然後真好笑本呢。嚇，咩事？NDC 真好誒，當今日但是嗰啲是來成個 European 嘅國家嘅人嘛。哦。所以人切愛貪錢嘛。哦。寫呀，以前嗰度寫呀，我點寫手機人我係知，because 我內驚寫係唔是寫手機誒。แล้วว่าคิดจะเจ้า from จะ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ล่ะฮัสที่ว่ากับว่าแกก็รู้ตอนกับกิตี้มาเลเซียกิเซมังตัวเจงเซปาเรียอ๋อเอาแบบปาเรียนั่นสิก็รู้ไปขี่ hospital เซล่ะรู้ไอ้ตั้ง about 3 or 4 months waiting list อ๋อว้าแต่เป็นรู้เซชูคิมันสิหลักว่าจะไปเนี่ยมั้ย是咯所以當佢我是講รู้ว่าเราอุตุชูสิ成個ว่า今年對一刀嘛到底係掉到邊死啊？到咪你出嚟死？到這邊咪點先？是你往直接愛過往出去咯，愛過喺前期啦，咪個了，你看咯。一短期時間嚟寫咯。我短期時我寫嚇，個 KL 寫本無好，我檳城一間真正好。我一間都去。我去平度中澳啦，對面嘅。哦，是。我去嘅，我捌伊嘅是本就好嘅是到底阿你丹中是丹中啊？丹中嘅邊啊邊寫昂嘅本。我這個是寫康啊。哦，康。我係丹中邊咧是個定到舊嘅咧，特別老嗰邊嘅對面嗰邊。特別伊只辦嘅就係寫只辦嘅，特別伊真正。只大咗啊！嚇，只大咗啊！嚇，伊辦表緊啊！你是有一隻就搞到做。嚇，我以前只 professional 我看伊真正。嚇。就領利。要啲病位嚇，我寫咗一打下 ，after 3 months 我叫佢寫，我睬你都傻。我家己食家己好啦，安尼款嘅寫法啦，我多數家己咪寫掉。別關手機嘅安尼係咪？這到底 US 咩？只看我未記啊 lesson。冇啦，我有人看我媽嘅物件嘛。我媽本來冇寫我媽咩？冇啦，我是外國古仔到 US 嘛。哦，是，我想到啲 US now。OK， 感謝。US 嘅 product better。安尼我代理自己買啊。
誒，我講幾年啊，我做邊咧學見講幾年啊，特別講啊，即係對一類頭落嗰個見到只都個冇睇類個，佢蝕本啦喎。是講我感覺到啊，都會吹到真正啱嘅贊助啦。啊，本身我睇我冇愛睇人嘅類是類，因為是被 control 我係冇被講嘅物件，變咗冇你而家就冇我 lose 我嘅 identity 曉就。所以我變咗冇人去，不到啊，看有蝦米機會時啊，咁嚟做，嗱但是講就只俾我按照 floor 時候先甲我講，我 online 是 demonstrate， 係只叫，你咪做乜做一個邊咧學緊嘅衫咧，等啦俾 online。邊咧學緊衫，我是講韓國唄，不人去做咧。誒，邊咧學緊吹機邊個？邊咧學緊 floss。係啦，不啦，就俾做你咧學人吹機邊。我OK，我 first of all 我個叫真係冇 business minded 啦，我那是別人曉 business minded 然後我就係啦，我個叫咗半段。我already 做啲 show， 出機邊出機個油啊，藤，麻油啊，電話嚇，咁樣 iPhone。是 iPhone 電話，เป็น學嘅電話做呢啦。你會變咧學緊嘅 audio 反正是買啦，我講買別啦，我是比好啦，咁樣人會 easily access 嘛。冇，many 我係 plan 呢是 many 愛學，我電話後尾唔是有 cover 學阿張簽名啲後尾。哦哇，就是簽咩？冇出名啊！冇嘅我咪哦。冇啊！你愛冇我簽我冇簽我冇筆，我用冇筆簽寫簽可以。特別當聽我講，但阿莫丹，我明年可能冇對啊。曬啦 ！sorry， 我可能冇對啊，都會。我講你曬啊哦，你 send 可以，你做我 paper 嘛會啦。都會，我唔知啦，看先嘅，我可能有別嚟 plan 啊，我想俾教我 family 啊，我俾去Europe， 所以唔知，若是講去 Europe 嚟講，對較濟未對啊，我冇路啊。你嚟 Europe， 你嚟台灣啦。特別我唔知係去到路啊，我是去啲 Mediterranean 嘅 cruise。我唔知。哦，你有嚟有啲人是嚟了 UK 嗬 ，from UK。我去Barcelona 去 Venice。樣特別嚟正 UK 借飛機去 Barcelona，from Barcelona 出去嘅咯。哦。我哋可能 trip 喎。直接要嚟 Southampton 先。啊，你特別嚟呢邊咧，樣對樣嘅 trip 上嚟可能。特別我特別飛去啊，我特別飛去 Barcelona，所以我唔知講為 flight trip 是點樣去啊。哦，你可能會 find out normally 是學你飛嚟 UK 你飛到啲你飛去 Barcelona，from Barcelona 你就maybe 我覺得不是覺得嚟唔是去 UK 成日個去 Barcelona 一定 maybe 啦。即係我 find out 成日 maybe 2013冇運動啊，我本地想我俾2013會對去做 concert 嘅啊。或者個燒掉隻 idea， 因為我本地做 concert 會叫隻 musician 然後參了去做做 concert， 特別嗱我可能。是咯，咗你個把 B 豬。嚇，少。叫 B 豬嚟跳啊！對，特別唔知2013 unless 我翻咧嗬有累背對去啊，你話你開這 cruise 係貴咋，佢開我都冇累啊。所以靠時間看。咱去做 sponsorship 啊，咱隨便咱嘅 sponsorship 啊。去國家John。我唔知過12節嘅 cruise， 我唔知去幾個國家。哦，52節啊？冇啦，10節。我52都俾做啊！52你想乜叫佢成女咩？我真係伴侶。OK， 搞，OK， 感謝。呢禮拜咧，我哋拍曲句啊！到底係笑聽，感謝我哋呢禮拜特別嘅邊時住，等我講下 recap 啫。冇多領啦，lesson 啦，特媽阿蕉嗰啲啊，走起啊，阿蕉啦，靚浪，三八寶，抄道。個有等阿貝特特別阿貝個講嘅，個有即係this one that one 鋪波係鋪波個有等我把我講未啊？
八卦加我 producer 抄到，感謝。我唔是抄到，我冇單。哦，對對對。冇單。我到你會啊嘛，係嘛？啊，冇得，我對你講頭整，你頭住你啊！我嗰陣時。嚇，你困去。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嘅到底嚟邊一學見誒，就會去聽我哋講先嘅話題，感謝，禮拜嚟再見，拜拜。拜。拜。